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观光局为9月开始扩大国内秋冬旅游的补助，也毋过有民众来反映，讲有这个饭店订房的价数比官网贵1000块，这等于消费者无省到钱，政府阁爱来贴钱。讲若拄到这种不良的饭店，会当向地方政府来检举。想要去澎湖、金门、马祖，也是想要来台南食美食。 或者是行一逝花莲甲台东，自从观光局扩大秋冬旅游补助了后，增加民众出门旅游意愿。他可能平常就是去国外啊，但是他就是因为这个补助，所以他周休2日决定说，带家人，然后在国内出去玩，然后又有夜市券等等，所以反应是还不错。 今年敢若是参与补助旅游业者就超过7700间，达到全国63%。使用上介济就是前5个县市，包含着宜兰的超过25万人，台东超过23万人，再来是花莲、高雄、甲屏东，这大美补助金额就超过9亿8千万。不过有旅客反映，有的饭店业者虽然会当申请补助，但是订房的价数比官网贵1000块，等于消费者无省到，政府阁爱贴钱。 临时在电话里面口头加价，那所以建议他就是说，他就直接回到官网上面去。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就是是不是平日价跟平日价，然后假日价跟假日价这样子比较起来，哈，这个省钱还是省钱。 提醒消费者订房的时阵，一定要注意，要顾好家己的管理。若是拄到业者故意提悬价数咧，向地方政府检举，观光局调查若是事实，会取消业者的资格。